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当我们信靠耶和华、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公义、怜悯、慈爱就会在我们的身上。最后一个是我们要以上帝为乐，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当我们在面对冲突，因为我们发觉冲突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代表着喜乐已经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腓立比书4章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这样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是上帝的命令，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。所以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以上帝为中心，我们要以积极，这个就会带来一个好的一个循环。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不好的循环是会从怎样，我想要，我一定要，我配得，我怎么能没有呢？然后就开始怀恨。但是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把那偶像除去，我们会带来一个美好的循环，就是我们以上帝为乐，上帝会满足在我们的渴望里面，我们便越来越不需要在别的地方去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，去寻找那种满足，或者是寻找那种保障。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恩典，那种偶像崇拜那种影响所引起的冲突，便会逐渐的消失。讲了这么多，跟你旁边的人问一句：你有专心吗？你要回答什么？有的声音变那么小，因为我要做结论了。结论是在冲突孕育于我们的心里面，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些时候都是别人的不对，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前几讲有讲过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价值观，我们都有不同的标准。当别人与你的标准不同的时候，你跟他起了争执，你跟他有着冲突，这个就是从你内在而来开始的。冲突从你的心里面是慢慢形成的。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仔细的去省察自己的内心，是否有那种没有被满足的，已经转化成那种偶像的那种欲望所控制了。那这种偶像的欲望常常会伪装成为我们的需要，或是我们应得的事物，甚至是某种扩展上帝国度的事物。我们会把它合理化，我们甚至把一些都说这是上帝的启示，这是什么什么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要去了解，这是不是在这个伪装里面，我们的欲望被藏在这里面。偶像的形成是从想要、一定要、论断、惩罚。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单单仰望上帝，就可以使我们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要更积极的避免陷入那种偶像崇拜的方式，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敬拜上帝。愿神的祝福使大家都没有偶像崇拜的困扰，这是我们一生必须要去学习的功课，让我们都能够单单仰望上帝真神。这边有几个问题思考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你过去曾经有偶像吗？这个偶像不是指的演艺圈的偶像。我前一阵子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然后我跟几个青少年在谈话的时候，我发觉他们的偶像跟我那个时代的演艺圈的偶像已经改变了。是不是你的偶像在过去那个时代里面，在你小时候甚至是现在这个时候都一直存在你心里呢？它对你如何产生影响？你是否有从某一种偶像中得到完全释放的经验吗？如果你不愿意再被偶像所辖制，你单单的仰望神，
这个冲突就不容易发生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单单的仰望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知道很多的冲突的发生，不是只有外表的那样的一个看见的显现出来的而已。很多冲突的发生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，我们都有那一丝一毫的欲望在。这种欲望，有时我们会把它合理化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想要，我们得不到，我们就变成一定要，我们就变成去论断别人，我们去攻击别人，然后我们去惩罚别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是要有一个好的循环，让我们以上帝你为中心，以上帝为乐，让上帝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不会在别的地方去寻找那种所谓的幸福的感觉、满足的感觉、安全感。我们要借着上帝你的恩典，使这种偶像崇拜对我们的一个影响，从我们的内在，从我们的心中拔除。使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过去曾经受过偶像的捆绑的时候，求主你真的让我们释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单单的仰望敬拜你。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你所命令我们要做的。如此，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没有冲突。愿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是个软弱的人。愿你使我们从心中所发出来的是那美好的见证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